尊敬嘅陳學禮先生係代表布魯克林嘅紐約州參議員，佢一生致力服務社會，曾經係美國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，之後喺紐約市警察局服務27年，退休時官階為警長。喺投身執法同公職之前，佢曾經喺本地工廠打工，亦喺日落公園經營過一間小型零售店。呢啲人生經歷令佢更加堅定支持工薪家庭嘅信念。喺州參議院，佢一直專注改善社區治安、加強公立教育，同埋提升奧爾巴尼州政府嘅問責精神。而家，請大家同我一齊熱烈歡迎陳學禮參議員。大家晚上好。哇！今晚可以企喺度同大家見面，我真係感到非常榮幸，亦都非常興奮。首先，我要多謝許博士同埋國際領導基金會 ILF 邀請我出席今晚嘅活動。我亦都要多謝基金會創辦人唐志玲女士嘅邀請。多年嚟，佢已經成為咗我一位好朋友。今日可以嚟到呢度，我真係覺得好榮幸。不過你知唔知？其實我差啲就嚟唔到。係啊，我真係差啲就嚟唔到。等我講俾大家聽點解。我最近行程真係排到密麻麻。尋日我喺紐約布魯克林出席咗幾個活動，又開咗幾個會。之後我同我嘅行政助理朱莉安娜、肯特一齊去機場，準備飛去華盛頓。佢而家就企喺後面。Hi，Juliana。當時係 Julie 揸車，我哋趕去金乃迪機場短期停車場。我同佢講，Julie，我哋就快趕唔切班機啦，你最好開快啲。佢答我，參議員，我唔可以超速，我唔可以犯法。我話好啦，咁你行開，等我揸。哈哈。之後我沿住布魯克林嘅貝爾公園大道一路開，可能快咗20至30英里。結果兩位警察即刻截停我，都係自己人嚟嘅，大家都識我。其中一位警官行埋嚟，望一望我，跟住話：你好啊，參議員。之後佢望住拍檔講：早，我開唔到呢架車告票，我唔可以寫牛肉乾。做問點解啊？佢答：因為車入面坐住一位非常重要嘅人物。做再問邊個？佢就話：我唔知啊，不過陳心議員竟然做司機。哈哈哈！呢個故事想話俾大家知，其實每一個人都好重要，而你哋喺我生命入面，喺我哋下一代嘅生命入面，都係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真心多謝大家。另外，仲有幾樣嘢冇介紹到。我一直都過住好忙碌嘅生活。我經營過小生意，擁有自己嘅物業，做過紐約市警察局警長。另外，我仲做咗13年紐約市學校義工。我曾經擔任紐約市一間非常出名中學 IS-187 Christa McAuliffe Middle School 嘅家長教師會主席，請大家俾掌聲佢哋。除此之外，我仲做過2間學校態度溫計劃主席，亦都參與2間學校嘅領導團隊。我真係冇辦法用言語形容，可以幫助下一代成長，係幾咁令人感到謙卑，幾咁滿足，幾咁欣慰。50年前，我由香港嚟到美國。冇錯，我做過血汗工廠，我做過薯片工廠，亦都做過塑膠工廠，一直做到高中畢業。所以我非常明白一個家庭，尤其係新移民家庭所面對嘅辛酸。我希望幫助佢哋，引導佢哋，因為佢哋就係下一代。將來佢哋會帶領我哋走向未來，會成為社會嘅棟樑。而家你哋都開始掌握自己嘅人生。今晚喺度嘅大學生、高中生，將來都會帶領我哋走向未來。我哋需要你哋。有一日，你哋會企喺人生十字路口，然後話：我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，我係建築師。
我係醫生，我係國會議員。無論你將來係乜嘢身份，你可以選擇離開，去其他地方發展，亦都可以選擇留低，服務自己嘅社區，帶領自己嘅社區。我哋真係越嚟越需要呢一種人。不過，正如大家都知道，自從新冠疫情之後，我見到美國社會反亞裔情緒越來越嚴重，我真係覺得好難過。好多地方好似因為我哋成功，反而有人妒忌我哋。50年前，立法者同我講：陳學理，我哋希望你成功，希望你出人頭地，希望你做到最好。50年後，我哋嘅孩子真係做到啦。我哋非常優秀，取得卓越成績，做得非常出色。但係依家竟然有人話，因為亞裔學生太優秀，所以要取消學校天才班，甚至取消紐約市特殊高中，只因為入面有太多亞裔學生。大家知唔知道？我個女就讀其中一間特殊高中，佢唔係咩特別人物，只係一個普通中產家庭嘅女仔，爸爸只係一位警察，就係咁簡單。我哋靠住勤力，靠住堅持，靠住信念，一步一步建立今日擁有嘅一切。呢啲應該值得尊敬，值得表揚，而唔係令人妒忌。而呢一切就係需要你哋參與嘅地方。所以，當我每日喺布魯克林學校同老師、學生、家長、校長同教育部門一齊努力工作嘅時候，你哋一直喺背後支持我。我真係唔知可以點樣表達，見到大家，得到大家支持，我心裏面有幾咁感激。嗰種感覺就好似做警察嘅時候，呼叫支援，而支援即刻就到咁樣。我由衷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一直對我嘅信任。謝謝你哋。展望未來，我希望大家再次支持我，一齊鼓勵我哋下一代，肩負起責任，建立我哋嘅社區，我哋嘅紐約州，我哋嘅國家。願上帝保佑大家，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。非常多謝大家。